1981年1月2日，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内被加禁的52个美国人质总算重新得到自由。美国大使人员都在场欢迎这些人质的归来，他们手持标语，恭贺这些人质的重获自由。 这场人质危机前后有444天，经过几啊摆谈判了，美国同意解冻进前被冻结的伊朗80亿美金的资产，作为放人质的交换条件。 历经7个小时的长途飞行，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协同副秘书长许惠佑等一行12人，终于在下午3点抵达北京首都机场。1995年1月2日，当时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到北京过两港展开5天的交通会谈。这是焦仁和甲当时的海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树培第3摆会谈。这摆会谈本来是要签署3项事务性的协议，结果到尾啊拢无成功。 海协会方面任何的意见，据实的那么转报给陆委会。